嘅知計在於神。咁一年入面，你覺得邊一個日子係最重要㗎？我就會話每一年嘅1月1號都好重要，因為呢一日除咗代表住新一年嘅開始，仲代表緊我有一個權利去到現場投票。其實可以自由地表達邊一首歌係我最喜愛，喺場內仲可以見到一啲好熟悉嘅面孔，大家都係為咗可以支持嗰個人。呢一啲畫面真係好珍貴。應援嘅定義對於我嚟講，就係話俾人哋聽我支持佢，無論姜濤喺唔喺現場，佢有冇表演，又或者佢嗰一晚到底會唔會有獎，我哋都一樣可以透過燈牌話俾人哋聽，糖一直都喺度。冇人會知道個結果究竟係好定唔好，我淨係知道多一個人入場就有多一個機會。就算最後嘅結果唔係我哋預期，但係至少我哋都參與過，盡力過，一齊經歷過。無論最後結果係點，我都唔會後悔入場，因為我爭取過。1月1號約定你哋啊，阿博不見不散。